政府日前公布咗最新嘅罪案統計同埋執法工作嘅數據，當中提到警方將會加強打擊非法工作，而今年首3季開展嘅行動係875次，總共查獲517名嘅非法工作者同埋60名僱用非法勞工嘅僱主，咁亦都較去年同期增加咗唔少嘅。當局提及到將會重點關注一啲約拍同埋演唱會黑工等等嘅情況，本人好期望當局能夠持續咁樣加強巡查執法，積極跟進所有嘅舉報個案，亦都要主動監察網上疑似招聘黑工嘅資訊，亦都要適時修訂法律同埋加強宣傳，以綜合嘅手段有效去遏止非法工作嘅情況，保障本地居民嘅就業權益。隨住新興業態同埋零工經濟嘅發展，一啲行業嘅非法工作形式係更具隱蔽性嘅，尤其是一啲短期、臨時或者係具有靈活性嘅工作崗位，例如有啲係非法導遊啦、過界司機啦，或者係旅遊攝影等等嘅行業，不時都有居民投訴喺網上發現疑似係要招聘黑工或者過界工作者嘅訊息。而本澳亦都曾經出現有一啲演藝活動濫用志願者名義去招募非本地人工作嘅個案，但實質上佢係商業活動性質嘅，呢啲都係明顯嘅違法行為。亦都有企業係濫用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入邊嘅有關例外規定，以文化交流、指導監督等等嘅名義去聘請外地人嚟澳，但係佢實質係做實際嘅工作嘅。咁過去唔少嘅市民都反映，即使發現呢啲嘅情況，往往都未必能夠揭發或者係進行到打擊嘅。而另一方面根據資料顯示，今年首8個月，當局針對非法工作同埋聘用狀況嘅巡查係有498次，而417人次因為非法工作係被科處行政嘅處罰嘅，涉及嘅罰款就係394.8萬澳門元，亦即係除開平均每一個人次只係罰9400蚊澳門元。多年嚟社會一直都指出，現行嘅法律有關違法處罰嘅金額係偏低，令到非法工作就好似成為低成本嘅違法行為，佢係阻嚇力係不足嘅。任何行業或者形式嘅非法工作，佢唔單止係一種違法，影響住本地僱員嘅就業權益，亦都係令到本地好多守法嘅企業或者僱主，佢哋面對住唔公平嘅競爭，削弱佢哋嘅經營空間，甚至會衍生其他嘅治安問題。為此，希望政府各個部門能夠加強資訊嘅互通同埋協作，合力去監察同埋打擊相關嘅問題，更加主動咁樣同各個業界去溝通，加強巡查非法工作嘅黑點，同埋主動去作出監察網上嘅招聘資訊，積極跟進居民嘅投訴，亦都喺當局努力打擊嘅同時，社會一直期盼係能夠完善法律，以加強對聘用非法工作者嘅打擊力度同埋阻嚇力，包括去檢視對非法工作或者過職過界嘅處罰金額同埋佢嘅附加處罰嘅執行情況，並且係要完善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入邊關於例外規定嘅情況嘅，咁亦都要避免濫用同埋規避法律。另一方面修改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已經納入咗特區明年嘅立法計劃，而呢個法律自實施至今有近4年嘅時間，建議當局喺今次修法嘅過程入邊，亦都要一併去檢視法律生效之後喺打擊非法工作啦、假結婚或者虛假聘用僱員方面嘅成效，尤其要防範係有一啲犯罪集團佢哋用跨境招攬假結婚騙取居留權嘅呢啲情況，能夠進一步要提升當局嘅打擊同埋執法力度。多謝。